隨住社會不斷發展，各行業對技術人才嘅需求日益迫切。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持續推動職業技術教育嘅發展，肩負培育多樣化技術人才嘅職責。一方面持續完善教育制度，讓高中職業技術教育與高等教育有效銜接；另一方面，鼓勵非高等教育學校開辦與社會發展相適應嘅高中職業技術教育課程，深化校企合作，加強職業技術教育嘅專業性同認受性。隨住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規劃2024至2028年嘅開展，職業技術教育嘅發展亦與時並進，全力支持學校開辦與1+4適度多元發展方向相配合嘅高中職業技術教育課程。目前澳門有超過10所非高等教育學校參與，開展超過30個高中職業技術教育課程。教青局支持多間學校開辦具前瞻性及多元化嘅專業應用技術課程。多年嚟秉持專業知識與職業技能並重、升學與就業雙軌並行嘅教育方針。職技課程畢業嘅學生可以獲得高中學歷證書及專業技術資格雙證書，對學生將來升學及職涯專業發展有獨特優勢。教青局積極開展各類校企合作計劃，鼓勵學校簽訂合作協議，為修讀職業技術課程嘅學生創設更佳嘅學習條件。學生喺畢業之前，需要喺企業或相關專業機構實習，透過職業探索同實習嘅歷程，認識社會行業嘅發展趨勢同路向。同時，教青局推動相關學校組織學生走進大灣區及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等創新創業基地、機構或企業、職業實訓基地，讓學生對相關職業生涯規劃有所啟迪。職業技術教育活動中心位於路環石排灣，優先為開辦職業技術教育課程嘅學校提供場地平台同設施支援，支持同舉辦國際廚藝、服裝形象與舞台設計、會展及文化創意等領域嘅相關活動，為學生提供適切嘅學習環境，助力培育澳門所需嘅人才儲備。職業技術教育嘅可持續發展，有賴多方參與、協同聯動，為澳門培育經濟適度多元產業所需人才，引領學生走向專業實踐嘅成才之路，共創職技育人嘅新篇章。